军的娘眷叫林觉生，但自家阿姐也就是世军的娘人，侪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。一进来让上海做皮货生意，他身相同，既是同行，也是郎君，所以个性相当好。此一番听说个家父毛病重得不得了，所以调回赶到南京来看家父的病。现在大进房间一看了，不是样子啊！本当潇洒风流，腰背笔挺啊！现在你看呀，一场毛病生下来之后，眼哭落头，面容也在头发稀释，心里想他没法说的，要进打上来。姐夫啊！哎呀，觉生啊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那你带顾客把你身体受定。姐夫，侬这个套毛病不轻啊！是啊，来势汹汹。哎，总算现在还好。哪能？这几只接头还有点麻啊，其他没问题了。姐夫啊，不是我要讲侬来，哪能？生意高头事体呢，侬该放手还要放手嘞。哎呀，不要随便啥体亲力亲为，精力大不够嘞。世君年纪嘛不小嘞，那么他回转来之后呢，有种事体可以让伊他弄得手了嘛？哎呀，侬这个外甥，侬亲生的嘛，啊那跟得来要命啊！一定要到上海去读书，到上海去工作，不拿我这个牙摆辣眼睛里呀！别过家父啊，不是我讲侬了，侬脑子啦已经老花了。哪能？年轻人欢喜读书就上进好事体呀，这个不错。再讲上海也是大地方，搿种有名的学堂交交关关。那么闲话调转来讲，搿趟侬毛病加重，伊得到消息，不是马上回转来看侬了吗？心里想有侬这个爷个。这个一趟是天地良心，啊，师君尽心尽力了。谁有讲你阿姐啊？侬毛病搿趟恢复了介快了，阿拉阿姐叫功不可没。这个当然，忙进忙出侪是一个人。哎，侬去看看啊。头浪向把头发都吃不少了。搿个就叫家有贤妻，福不遭皇后啊！对，搿点意思下来，哈哈，我也想明白了。哪能？哎，夫妻呀，还是结发的好。那么对嘞。之前师君娘预备进来，听见这句话，一人感动。想想谢东啊，我只晓得呢。谢公公，谢公公，样样少在哈。我给他生来之话不是心，谁是该走走了？我以为你弄我当懒佣人呀。非非分享的，真正会得讲实讲一句良心的闲话，说明你对我还是有夫妻感情的了。嚯，一种楼足够玉手而生。该些辰光家里去死，还心有个在。哎，那个叫会讲闲话，搿两声说话愿意讲不难听个，拿去播拨了阿姐啊，高兴肯定高兴。家父啊，侬这趟毛病来势汹汹，阿姐急是急得嘞。是个。电话里向哭得不得了。哦，我听见真我急了。哎，我得马上赶过来看侬。搿么侬哪能不来呢？这个哪能怪我的呢？咦，哪能？侬想想看，侬需要公管理搿个一回，几乎结棍了的。侬记得伐？当时辰光上海舞厅里的桩事体，闹得我是焦头烂额。侬拍拍屁股擦擦烂服，我上了一多头，侪勿管侬回转去了呀。我被弄死了呀！我是晓得个。假使侬勿往我身上推，侬回转去要全擦。哎呀！不然其实当年舞厅里向的事体没办法了。哎，是的，当时辰光到上海，脚身带我的百龙门舞厅，哎呀，想不到啊！看见一个妇女，漂亮，叫李露，面孔标致，身材好，风姿绰约，搿两部舞跳得呱呱叫，你郎君两高头侪不离米了。脚身啊，这话。我记得当时到上海，侬带我进舞厅的。对，哎，
这个妇女叫李露，侬还记得伐？哦哟，姐夫啊，介许多年数下来，搿个名字侬还记得了海呀？哎，啊，哎呀，对，念念不忘啊，是念念不忘，偶尔想起。哦，不是啥讲，迭个辰光拉府厅里向搿两部富士哈有风头健傲，健傲健傲。老，搿个名字，甚至我恨得了牙咬切齿。搿个名字，甚至南京过来，但是三公馆两家人家弄得了人心惶惶。哎呀，说今朝一来了几起的啥？山东啊，你命啊半点个咋？还是为了那实心干子啊？你不会个哇？搿不但是少个路站呢，但还是心着，让我来听个究竟。哎，说到个李露了，精神上来着。姐夫，侬讲起这个李露了，我倒想着一桩新闻了。啥个新闻？那讲新闻也勿好算新闻了。哦， 2-3年前头个事体了。啊，搿是老闻了。哎，算算老闻吧。这个我听说搿个李露啊，哎，最近嫁子人了。哦，嫁人了。嫁人了。哎哟，这个心高气傲的李露嫁人是，哎，阿会嫁个大总统。姐夫侬太抬举面了。哪能？啥个大总统嘞？啊，伊打不过个。哦，我听说是交易所里向一个小混混、小白辣子呀。啊是啊。哎，嫁人之后，这个境况哪能？本身做妇女，风头钱得不得了。啊，大家围牢伊转。哎，到后头来年纪大了，不买农地嘞，还转去想养老，屋里向条件太坏。没办法，搿子今年又出来做。哦，又进舞厅了。进舞厅，啥人会得捧伊啥人？哪能？第一我就看不上眼。哦，哎，我听说了，哎，后头来出来做私娼，做私娼。哎呀，大落了，大落了。哎，你做私娼，哪能？侬去买过伊伐？好嘞，家子，我迭能一把年纪，牙齿也没了，我力不从心嘞，不要搭我打吧，不要打吧。哎，规规矩矩讲，哪能？李露想啥不姓李哦？是不姓李呀？姓啥？据我晓得，伊姓苟，姓苟，姓苟呀。哎，侬晓得伊屋里向有没有啥个兄弟姐妹老头？因为兄弟姐妹多，哦，屋里向条件差嘛，出来做妇女养家糊口，没办法呀。哦，那我听说个有一个妹妹，当时辰光为了读书，就是要伊供妹妹读书。还有两个弟弟年纪还小嘞，当时辰光为了他不去了呀。现在据啥蛮大了。哎，姐夫啊，侬问得迭能仔细着点？哎呀，就是啊，侬不晓得，哪能？谁叫我看见一个姑娘，哪能？这张面孔搭李露上头一式一样啊！姐夫真啊？真的？哎呀，巧了，哪能？我也看见一个姑娘，搿张面孔搭子李露还是一式一样呀。好，哎，够美真对，可是我也是喉咙口贴出来的。那讲了，但是这个吴先生是嘛？吴先生是世君的女朋友呀。哎呀，万一有点啥事，叫世君哪办讲？就是啊，你反正讲啥？你都知噻。讲大概老想啥错啥不来着？叫顾美珍，够美真。顾美珍。哦，是个上海姑娘。而且呢，据我晓得还是世君的同事。哦，哎，我看啊，10有8九啊，搿个姑娘就是李露的妹妹啊，讲了海的。不会吧？哪能叫不会？举止行动交关大方高雅。但李露，我想想是怕不拢的嘛。家父啊，这个年数侬外头哪能辣辣混了啊？人哪能可以看外貌呢？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嘛，对吧？这种家庭出来的人条件介差，面孔有几分姿色，不出来做糟蹋的呀，这个叫本领生意呀。
恨不得从袋里想起我兄弟苍两只耳光。你不晓得顾三家是东昂山的女朋友啊？你哪可是俺讲呢？你忘事了？已经忘事了。搿两声闲话声声句句听得甚小童的耳朵里向。现在自家的儿子苏军已经不是当年强夺军那个儿子了，沈家的家当侪要李来继承。李个谁人就是沈家的谁人，李个女朋友还就是将来沈家的掌门太太。搿个一桩事体，我不能操心，不能鲁莽，我要好好叫想一想了。生第七勾美珍，不与他一缕深深涌上心。大方一口但不够知人知你乃知心，对发昏怎能给爱上够美人？倘若去了狗家鱼，亲戚为是就家心，他做事有心定知己生下公定丈人，这一打再度了儿女心，吓得个郎们眼睛一闭，门里一些侍军娘打在里向，一口没。叫声啊！哎，阿姐，那家父要休息了。哦，小东，我猜侬到床浪向去缓脱些吧。我的菜单上浪口里困下来，皮头盖一盖哈。实在是兄弟妈妈，因一日出去。哎呀，面色不对喂。
哦语什么？咋怕我影响家父休息？请东东跟得我的。阿姐啊，弄走。好好好好。菊生啊，哎，侬刚刚瞎七八搭拉讲点啥哈？我又没讲啥了。我辣外头听得清清爽爽。哪能？侬讲啥个理路哈？侬晓得伐？侬搿能样子讲法，吵穷我嘞！阿姐，侬不要吓我哦！就讲两句闲话，吵啥个穷我你真的嘞？侬为何勿承认？侬听我讲啊！菊生是我退花灯，你看不出来呀谁后雨不离楼。侬要吓人好不啦？我到家父讲两句老话，么让伊嘎嘎义气呀！谁是家门啊？一了哇！你家绿路金花乐章呀。是人莫一家人，是人莫为私藏，唯也是人莫他妹妹与他一狗样，口是你亲一手机，亲儿香。李老干你侬看到了？李老这市场侬又看到了？伊拉妹妹告伊做一个好当，侬又看到了哈？阿姐呀，我看是没看到啦。人家在了浪讲嘛，想上去总归是搿能个桩事体。侬气死我了！侬辣想当然。侬不要气呀！你的什么狗妹子？是人莫没想想。为拥骂他们是一狗样，你为也齐心协同红飞丝那是君终于顾家这个推推问问马肚上，推身一对也生说，你那是情句难得开不出这个中意。你为呀齐心协同，讲话中杀，你呀我生操谁个对，哈哟呀！我当侬讲，哪能？假使讲因为侬搿两句话插死伊拉搿对好友呀，我哎，我跟侬拼命。哎呦，不啦，阿姐是讲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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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拍了马油之后，三个当头棒喝呀！我说你闯红走啊！真正的不两句闲话影响自己到婚姻，插三个对有样的说法，我也被千古善人家，那么难弄法呢？真正该死，该死！那么难弄法。
这是样的。刚刚他小夫两家头讲闲话辰光，看一个人昏昏沉沉，一个人糊里糊涂，看上去个点闲话，不会得传不起的脑子里向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出大问题了。沈小童身体不好，脑子来得好，伤伤久久听了耳朵里向，而且现在主意已经当定了。吃过药饭，没事财务虽做脱，刚下一切财务事宜大家属得进来，预备到自家大家门。只有两家头，好机会，好好叫大李太太，叫你脑子清爽点，别欢喜儿子欢喜儿子，洋洋实实依儿子，一唱好歌。这个屋里永远是我讲了手。苏君娘，哎，叫声明早回上海去了，是呀。礼物准备好了。啊，侬不要操心，菜都整好了。思君明早送娘舅到上海去，是呀。可是一定要去望望顾小姐了。哟，要关心儿子的亲事是吧？哎，这样子机会，让我偷偷你个看去看。搿到上海嘛，肯定要望顾小姐了咯。顾小姐人不错啊，阿拉思君眼光更加不错啊。讲得出眼光不错，啊，像眨巴眼的人看走眼了。侬这个闲话啥个意思呀？啥个意思？侬倒讲讲看，这个顾小姐好了啥地方？搿啥啷不好呀？面孔漂亮，哎身材苗条，哎，说话动听，搿不才是好嘛？好了啥了？啊，侬晓得伊个姐姐是一个妇女伐？说得耿耿于怀着，你不能够忘记遗漏了海呀！啊，哪能会得是妇女呢？搿不可能的，不会得个。哪能不会？两张面孔生得一式一样的，伊和啥人一式一样啦？打理了啊？哎呀，天下世界人下人都来西的，再讲嘛，我还没听到师君讲顾小姐有个姐姐的。哼，笑话！难道顾小姐侬自家姐姐做妇女的事体告诉师君？唉，我想想，师君一个人辣上海，哎，到底年纪轻了，辨别是非的能力差，经受搭一个妇女的妹妹交朋友，哼，荒唐，实在荒唐！你看，告上儿子像啥个真正君子，大忙无助。你当年为这个李路西叫侬人家都插头啊！他的讲也不够，我就晓得脚生肚子了呀。哪能叫肚子？你是信口开河的呀！信口开河，我得侬讲，脚生自家人，这个闲话讲得对，应当讲。不像侬咯。包庇儿子，侬要害伊个，侬晓得伐？这门亲事好成功啊！倘使这门亲事成功下来，两亲家要走动要碰头，侬倒讲讲看，两亲家碰子头，哎，侬害我哪能去称呼法子？是的哇，家姨妹妹了，还是叫生母三叫呢哈？我看顾小姐八成不是李路的妹妹。只要有一人，就绝对不允许。侬到师君去讲，讲啥？回到上海，害伊搭顾小姐一刀两断，要断得彻底，断得干净。告诉伊，这个就是我的。真叫无拉不吃。师君几何欢喜搿位顾小姐，我也是几何中意搿位顾小姐。
我希望狗三家能够成为我的幸福。哎，我再说这里，谁说你的家家谁是李龙？谁说李龙是政府女？跟我打狗三家有啥个关系了？但是也有啥个办法？该讲人家是，你们举动谁是规矩？你的闲话谁是法律？我这还打儿子去说话，该他事体做他，吃饭该心事重重，打进弑君的法该。这个弑君哪呢？我们这是也回上海去的，那是一黑帮的真正心里想收服这个卡的。该抢实力为首来，一直来口口牙个毛病，二人之间自家倒是真正两个的个婚事啊。要得到爷娘的水肯智慧，那么才可以回到上海，真正妈面浪向去提亲了。现在看娘进来了，妈，哎，您坐。侬阿嫂，好，妈，明天我就要回上海了。哦，侬回到上海要去看顾小姐吧？就是娘定定廉价女子的想法，还是讲上去。妈，您说的对，这次我回上海，我还要和珍珍。怎么？珍珍还是有个姐姐的。妈，您怎么知道？我讲，是人家只要那么多个啥婚事，不人工作。我是不晓得。哦，那爸爸晓得嘞。爸爸怎么会知道呢？侬忘记脱了。啊！那爷看到是顾小姐，就讲老熟悉，老熟悉，侬记得伐？可是爸爸没看到过珍珍呢。你看到顾小姐的姐姐了呀？看到她姐姐。过去上海滩浪向的妇女叫李露，那娘就来讲这几句话，说到李露现在还老不开的。哦。那么那爷叫我来对侬讲。说什么？世君啊，那爷叫侬斗了搞顾小姐的感情纠葛，这。叫侬再也不要有啥个念头了，世君。妈，侬回到上海再也不要去跟顾小姐了，好吧？妈，您这话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分一女，时来。父亲讲出父亲话，他要我再度来讲力气痛。虽如是路路曾经把妇女走，都是为他父亲去世，家道中养家，后去口中。如今他家一次高，家父经商谁路通，他早早有理封神中，想那真啊真，更是一两月。
家夏日里中勤打工，为呀走家家，呀呀来寻梦东，偶遇真真两相爱，心心相印心意浓，谁们还是对唱穷妈妈用话富贵我不要，我去这句夫唱无罪哈路庸庸，不须其劳于是于中，父亲的你名恩我都不送。要我和珍珍分手办不到，我个样原来不是要拿爸爸的命吗？要我到珍珍分手要我的命呀！一个儿子一个女子，两子当中被要抽脱一子，那么到底那行业要何一位继续？